бичлэг эхлэх цомд like and subscribe хийж бид хоёрыг дэмжээрэй. 你们看夕阳多好看！今天外面有点冷。我给他发了这边的地址，现在就要等他过来。我感觉啊，他要来了。他说要换钱，可是在这边换不了钱，怎么办呢？好像他到了，他就是前面那个车。他来了，来了！没有吗？别的东西没了。好奇怪。看吧，拿一下。明年了。那个睡觉。我那个睡袋。你看我这个那个小气罐吗？你们看来了，你不要笑，你就看。你的眉毛真的，哦，美女。需要吃东西。家里有面包，想吃面包吗？想买蒙古面包吗？好吃可是。那吃。我们两个来了烤肉店，他来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吃的是，这个是花的没有，牛骨，他很喜欢吃，他想吃，然后他会给我们送配料、小菜、汤，还有烧猪，这个很辣的一种洋葱。还有这个不知道不知道里面有冰，然后那边有这是辣白菜。一直常吃的一种麻古酱，这个不算是那个什么，这个麻古酱是最有那个在韩国里边最有名的一个地方，是因为这个在泰国有一个下煮的一种地方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泰国的这个麻古酱是最新鲜，对韩国里边最新鲜的一种麻古酱，都是那个哥哥说的。服务员哥哥来了，他要帮我们烤那个内脏，要不然我们两个不会忍不住的过来。对，我们烤的时候他忍不住过来了。끓어오르면 찍었지. 끓여서. 他这个烧烤了那个，然后再蘸着吃。他刚才说，这个好像可以吃了。 여기 못 찍어서. 这个要蘸这里面，然后再吃。再来给我。好有味气。有点臭，可是真的好香。 이게 향냄새 골드 컬러. OK， 감사합니다。它这个颜色变成金黄色以后就可以吃了。他说，怎么样？美味しい。これちょっと臭い。好，那好了，这个花肉都烤好了。怎么样？好吃，我也好久没吃肉。还有这个三卷。哥哥要吃真正的三件套吗？花肉，蘸料，花肉。然后哥哥要给姐姐了。胖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大方的。这就可以吃了。我也扒了汤。这个很宽的。换这个，换这个。那这个我想吃啊。中国姐姐给我包。什么中国姐姐？我啥时候变国姐了呀？
好吃啊！哎，你给我做好了，这个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！真的，中国的比不过，是吧？中国人是那个夹的那个。然后今天不是今天，昨天也是，今天也是，我坐了个地铁，韩国的地铁比这边的地铁安静，一个都不说话。 감사합니다.你这么能干？没了，你也知道，我也肯定想跟你在一起。好像没事。别哭了，他哭了，你们看着吗？哦，太热了，还是？哦，他哭了。眉毛。啊，还说呀？还掰吗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这是昨天我们两个住的酒店。啊，现在等他化完妆，我们两个要出去。哦，我们两个快到那个西市夜宵市场了。啊，已经开始拍了。对，我再往前走8分钟就能到。是街好像。西门市场。啊，西门市场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这个晚上开吗？还是现在已经都开了？现在已经都开了。我想吃咸的。我也想吃咸的。那要在这吃都不比。我有个，乌冬面。哎呀，那你想吃啥就买一个，然后吃完然后再走。那你找人。哇，黑的。哇，这边。他的线我们要再看一下，然后回来吗？我不回来嘛要。回来吗？我这边呢？黑的，你吃那个吗？我感觉不让了。我想吃辣的。哎，可以直接自己拿吃吗？应该是吧。然后最后用颜色来结账吧。对，那我先吃一个这个。那我吃。你吃哪个？好了，我给拍一下，你拿。你拿来。我拿。那我吃这个吧。好。怎么样？来吃吧，还是？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在韩国。好烫。好烫吗？好吃吗？好烫。啊，你们看。你要吃这个，我点吗？我带。小心。저쪽에 요거는 요거차 저쪽에 요 사람 다리니까 요쪽喝个汤。哦，好了。还有啊，刚才他从这边掏出来的是。这么辣吗？这个真的好辣。요거 네 여진과 요거 뭐지? 여기. 안녕하세요. 2,400원. 그래. 2200. OK。太辣了。好辣是。有点汤。
这个汤也好喝。那个，你喝着汤吧。这个汤拿走吧。好。看到那边。哇，太好吃了。감사합니다。 아니。 啊？还要2个还是？还要2个，不就2200吗？맛있어。 감사합니다。 这样走，然后再过来吧。也不是donut，想吃吗？这旧衣服很有名。떡볶이。 我真的想吃떡볶이。 我想吃鸡米。那个饺子吗？不是。是他吃的吗？啊，饼可以啊。这边在分衣服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旅游的感觉吗？在韩国现在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，都是吃的。饿死了，想吃。会吗？东西要小心啊。哇，比冰吧也可以。你喝完吧。不喝了吗？就一点嘛。他那边，这边吃的人太多了。哇！得回民街路，你小心捡啊，捡在哪？看，北方那个样子。我背包里面啥都没有卖的。啊，在背包里面。啊，没事。哇，人太多了。像2连看的那个市场一样的感觉，可是人更多，有韩国味的那种。这边的吃的太多了。 또 쭉 나가야 돼. 정면으로 계속. 这个是那个蜂蜜。蜂蜜。想试试吗？我记一个吧，这不用，我想这个中国好了，就记一个啊，还是在这儿。你想吃哪一个？有啥不一样？不是它这个没那么甜。 제가 하나 주세요. 감사합니다. 200吗2000. 2000啊。 감사합니다. 감사합니다.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不是我就想买了它。对，我想吃甜的。臭豆腐的味道。有臭豆腐吗？那来了，你再给。哦，真假的？别呼吸。哦，放。哎。你多放在我的身上，在我的身上。不好吃吗？年糕，可能你喜欢。哦，这个好看。哎，这个好看呀。아, 그러니까 포장해요.饺子。你吃一下。这个先听，然后吃。真的？可是还行，可以吃的感觉。不错吧？他喜欢的味道。This or this？ 哦，是个面条吧？那这个牛面吧，面条。이거 한 개? 하나 주세요. 나 하나. 안녕하세요. 오세요. 然后在那边买个떡볶이。你买떡볶이吧。我买떡볶이。这个不是炸鸡，这是炸的虾。How much? How much? 4,000. 2,000? 4,000. 하나 주세요. 이거 먹게. 이거? 이거. 이거는 됐나? 또 하나 있지. together. 감사합니다.
他刚才说你 beautiful， 然后你就在这吃了。没呢。嗯，怎样？没比刚才辣。没比刚才辣吗？哦，就是你说的。我一直想吃的，大大的都不有。 美味しい？继续多보려吗？不知道为啥，是因为刚才吃了他们家的那个酱的味道，这个酱有点淡吗？好那是。 悲しい。なんでちょっと違う？ 这臭的这个。ちょっと違うもん。 감사합니다. 감사합니다. 잘 먹고 하. 이따라기만. 이따라기만. 자이나. 음, 好吃吗？哎呀，嗯，你这个好吃。啊，烫。待って。怎么样？这个很好吃哦。这一看就是看起来没有味道，对可是吃的话，而且在上面的那个海苔的那个很好吃。嗯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吃。我也觉得。而且喝酒第二天那个也挺贵，更适合。好。嗯，我想。 不，감사합니다.好吃吗？好吃。공부. 하루 기다려. 감사합니다. 4만 원 받고 4만 원 받고. 응? 5천 원. 5,000원. 감사합니다. 네, 감사합니다. 진짜 맛있어. 아, 이거 했어요. 네. 他们不听我。 Thank you. Thank you。太好吃了，刚才的那个确实好吃，我的刀估计有点不行。我快吃饱了，可是他还没吃饱。不是吃饱的那个必须要吃，得吃。今天要塞。确实这边都是这个面，大家都吃的。嗯，这边三明治，炸的油炸的。哎，这个位置有没有厕所？应该都。 如果在家里可以做的话，我愿意吃。这个不用加，直接是。对。我看了。嗯。哎呀，你这个里面哪个？嗯。这么快的，慢慢的。好像。嗯。啊，飞掉没了。 哦，知道。哎呦，是吗？你吃吧，好不好？嗯。我们两个转完了，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要去附近的公园。里边有动物的。有动物的公园。咋走呀？在这边走。啊，就回来了吗？你怎么知道路呀？你怎么不知道路呀？蒙古人来的。 我是第一次来的呢。找到了在韩国外面卖的，里面有药，可是下面有饮料。감사합니다。他一直想，他想让我买过来，可是这个真的很好奇，这是到底啥东西？樱花。那韩国樱花开了，五子棋，画的这么厉害，是因为太聪明了，没人赢了。有点不懂，我的眼里已经有个6个，对。
这他们需要7个吗？不是不一样的东西吗？我在这儿说，在那个里边说。在这坐吧。哎，你想在里面坐吗？哎，里面坐也行，还的。然后我给你拍个照。在那边坐，然后我给你拍照，我们2个歇一会儿再。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上面有药，然后打开，你看。哦，这个是的，我打开了。然后呢？哦，这样可以喝，应该是。哦，当喝吧。太方便了，喝了。哦，这个这样喝，这好喝。上面有药，然后我一个留着。不错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喝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你看都好了。好，许个愿，然后好。好。ありがとう。ペイトゥー。ありがとう。うわ。我们一起拍照。好。好，然后你觉得对不对？多久？1、2。我觉得这个可以。那カットしましょう。嗯？切一下吧。啊，我听见カット怎么说？カットしましょう。カットしましょう。好，你吃吧。你吃吧，你切吧。哦，好，切吧。好。这个是能吃还是不能吃？能吃啊。那想让我吃？他做的很不错的。对。为什么紫色的内衣？没人给你穿，不是真的没机会穿。那立马去穿。不穿。啊。我没跟你去。这，你看他们，给他们看一下你怎么哭。我给你看。来，展示一下怎么哭。这样哭，这。来，必有不是啊？这。我知道小龙哥是 coin。哇，真的这个魔语说的太厉害了。这。必有不是7有3。好吧。好好辛苦吧。好吧，好好辛苦吧，好吧，谢谢你的这个赞誉。这么可爱，那弟弟这样了。对啊，然后他现在要给你们哭，不哭，开心，开始一个人的生活。开始一个人的生活，他就是想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生活。对，哇，你看，给他们看一下这个。多漂亮，到处都是樱花。韩国旅游结束了。韩国旅游结束几天了？旅游已经。在韩国的话4天。4天。这4天过得还不错，我觉得。他哭了，好哎，那，站在一起。说拜拜。拜拜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じゃあバイバイ。走了他。ありがとう。生日过得开心。生日过得开心就好。じゃあ。拜拜，爱大强走了，我也有点看他喜了，难过。但没事，我就要
努力17天就要可以回去见他了，所以没事孩子，就17天以后见。哎，别说，拜拜。